好多時候咧，大家都唔會覺得自己有肺癌，直到你證明有肺癌為止。但係好多時候講俾大家聽，已經太遲啦。咁所以我要傾一傾關於呢個篩查嘅問題。咁今日先講篩查，然後先再講一啲新嘅發展，只係一啲部分關於新嘅發展啫。篩查嗱，點解我今日要講呢？就因為好多人以為食煙會引致肺癌，呢係絕對正確嘅。食煙增加咗肺癌嘅20倍，但係非吸煙者肺癌越嚟越多。2022年嘅時候，總共有30%嘅肺癌咧係非吸煙者，而亦都大部分咧，你可以見到係亞洲嘅人群之中咧係發生最多嘅。咁所以亞洲人群非吸煙者咧已經成為咗一個新嘅趨勢。單單睇中國大陸嘅資料，你發覺咧好奇怪，因為中國大陸好多男性係吸煙嘅，差唔多曾經試過咧係近40%嘅人咧係吸煙習慣。你發覺咧嗰條線咧由2000年到2018年咧係平嘅，即係換句説話講，男性開始少啲吸煙啦。個雖然係高，但係一個平穩嘅。但係睇下中國嘅女性，條線係向上嘅，而中國女性吸煙咧係低過10%嘅，即係換句話講，呢個攀升嘅數字絕大部分係非吸煙者嘅中國女性。好啦，最緊要問題就話點解我唔吸煙都有呢個肺癌？我相信在之中有唔少人問過呢個問題，尤其是你係有肺癌，你亦都非吸煙者嘅時候，你會問點解？嗱。好多複雜嘅原因嘅，但係其中一個我哋解決唔到原因就係咁簡單。PM2.5 已經有相當之好嘅資料咧，空氣嘅污染物 PM2.5 咧係同肺癌有關係。其中一個最大嘅研究咧係2023年英國一個好出名嘅研究員叫做 Charlie Swanton 喺呢一份嘅 Nature 自然雜誌之中咧，好詳細講咗嗰個出嚟。當然今日我唔係同大家講科學，所以我唔會詳細講呢個嘅資料，但係我簡單講其中一樣嘅 item， 就係發覺咧，佢將全世界嗰個 PM2.5 嗰個嘅 pollution 嗰個嘅濃度，同埋肺癌非吸煙者個產生嘅可能性做一個對比，發覺係完全吻合嘅。其中一個簡單講原因咧，就係 PM2.5 你喺空氣之中吸咗之後咧，你身體一啲嘅所謂嘅抵抗力細胞 macrophage， 佢會產生一種嘅化合物，即係叫 interleukin-1 beta。你唔使記得呢啲咩嚟嘅，但係依樣嘅物質咧係可以令到有基因突變嘅時候咧嘅癌細胞咧生長得更加快。咁呢個咧就喺佢自然雜誌度證明咗出嚟啦。所以既然知道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亦都係我哋好難去改變嘅原因。雖然香港已經改善咗，但係大家係喺未有改善之前咧，生活咗一啲嘅年份，而嗰啲咧係已經係影響緊你肺入邊嘅細胞變為癌症嘅機會。所以最緊要一個問題就係話，我點樣能夠揾到一個早期癌症？呢個係重點。嗱，重點就係話咧。呢張 X 光片有冇人睇到個肺癌喺邊度啊？左邊右邊？左邊邊度？陰影喺邊度啊？即係白色依度？依度？都幾聰明喎你哋。雖然喺 CT scan 入邊你係見得好清楚啦，但係你會發覺咧。如果依個嘢已經有成5公分，你勉強見得到；當佢1公分，你係冇可能見得到。就算係 radiologist 有經驗嘅醫生，都未必能夠見到1公分以下嘅腫瘤。如果佢匿埋咗喺心臟後邊，或者佢擠咗喺依個位喺個骨頭隔離，因為係2維同3維嘅分別。2維向前後望，有嘢遮住，你就睇唔到。呢個就亦都係 X 光片，所以如果有埋驗身話我張 X 光片冇事，你冇肺癌啊？你話你呃我咩？都唔能夠證明我冇癌。但係 CT scan 咧就唔同啦。肺癌喺邊度啊？左邊右先，呢邊左，嗰邊右。有啲人話左一樣，入邊啫？兩邊都有，上高定下低啊？中間？答案係。呢一度，指出嚟就睇到啦。
其實依粒已經係1B 期，佢哋其實掂住緊嘅肺膜㗎啦。但係如果你唔用 CT scan， 基本上佢係冇可能用 X 光睇到。點解啊？心臟喺前面一早已經遮鬼住呢嚿嘢啦。所以你可以見到 CT scan 同埋 chest X-ray 普通嘅肺片係好大嘅分別，就係佢能夠睇到一啲我哋叫做磨砂玻璃點，英文叫做 GGO（Ground Glass Opacity）。磨砂玻璃點咧，就係大部分肺癌形成之前嘅影像。如果你能夠揾到磨砂玻璃點，唔係話一定係 cancer， 佢可以係發炎，可以係其他嘢，亦都可以係感染。但係有磨砂玻璃點就要留意，因為最能夠幫助到我哋知道佢係定唔係 cancer 咧，就係時間。好啦，咁你話咁有咩證明咧？其實台灣已經做咗好多幾好研究，呢個叫 Talent Study 喺台灣做嘅。咁佢咧係年紀係55到75歲，嗱呢啲係人定嘅啫，冇話一個好 absolute 絕對啊，一定係呢一個歲數。咁佢就用咗55到75，我哋可以用50到75亦都得。咁佢係最主要從不吸煙，然後有其中一個嘅危機咧，其中一個就係有家庭歷史。佢收咗超過6000個人咧係有家庭歷史嘅。好啦，大家估下啦，呢啲係不吸煙嘅，冇病徵嘅，只係有家庭歷史。從佢做 CT scan， 佢會揾到個肺癌嘅機會率係幾多度咧？有冇人估到？聽唔聽到？大聲啲啦！一半冇咁多，大佬6000一半嚇死人哦。其實係2.6%。你以為呢個係低啊？係好高㗎啦！100個人之中做個 CT scan， 你揾咗成2-3個人。如果你係話一個叫做頭先嗰個叫做 Nelson Study 或者 NLSC 係美國嘅研究咧，佢係睇緊啲吸煙者同佢做電腦掃描，佢都揾到1.1%。但係喺台灣非吸煙者有家庭歷史咧，係揾到差唔多2%。但係更加一個好嘅消息咧，96%以上嘅都係0期到1期，十分早期嘅癌細胞。即係換句嚟講，你你冇病徵，你用 CT scan 揾到粒，如果做咗手術係成功嘅話咧，你係能夠醫好嘅機會係十分之高嘅。咁而佢更加咧，台灣勝在有錢啊！佢哋唔係好有錢，我哋好似我哋有錢啲，但係人哋肯使錢啊！你吹咩？佢哋肯使錢就係做咗一個更多更大嘅研究，佢總共係會做10萬個人。嗱，初時做咗呢個7萬幾個病人，7萬幾個即係呢個嘅 screening 唔係病人嚇，佢哋係揾到1.7%，而相對地吸煙者咧只係揾到0.7%。所以換句説嚟講咧，係用 low-dose CT scan 咧，喺呢個人群組上高咧，係能夠揾到啲早期嘅癌病。咁我哋香港都唔可以落後嘅。咁所以咧，我亦都籌咗錢咧，就做咗一個咁嘅研究，就係非吸煙者50到75歲有家庭歷史嘅，我哋安排去做一個嘅low-dose CT scan。然後我哋做咁，我哋最主要嘅方法咧，就係我哋用 AI 跟進，一齊講多少少。但係我哋同曾俊華先生拍咗個 YouTube， 所以大家有興趣嘅，你只要掃呢個 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去到 YouTube 嗰條片嗰度，咁咪會詳細啲。我初頭諗下介紹多少少，不過算啦，你哋翻屋企慢慢睇啦。嗱，依個嚟講咧，我哋係特別之處咧，就係因為如果你去睇一個 CT scan， 做一個 CT scan， 大約2000零蚊，其中1000零蚊去咗個 radiologist 個袋嗰度。就佢要幫你睇片嘅，話俾你聽個片有咩唔妥，合理嘅，因為佢都花咗時間落去。咁但係我如果唔要佢，我就減咗半成本㗎咯喎。嗱，如果我要說服香港政府去供應呢一個嘅服務俾大家嘅時候，一定要平。咁所以咧，我哋就用 AI 嚟睇，而呢個嘅 technology 咧已經相當之成熟。咁呢個我哋同 UST 跟住spin off 出嚟一間嘅公司咧合作嘅，咁我哋係可以用 CT scan AI 去睇嘅 CT scan 係唔經人手，咁我哋亦都會將頭1000個咧就有 radiologist 人睇，又用個 AI 睇，然後作個對比，咁嘅結果咧就會知道個比較嗰個相對嘅敏感度啊同埋準確度有幾多。嗱，俾大家睇其中一啲嘅例子，就係話呢啲冚唪唥就係我哋揾到出嚟嘅 cancer， 我哋已經揾咗差唔多30幾40個。
咁呢啲係完全冇病徵，一笪仔咁樣磨砂玻璃，而呢啲冚唪唥都做咗手術，都係早期嘅，係咪好玩呢？而你諗下，我而家揾到早期嘅時候做咗手術，佢個病係根治，唔單止就係話避免咗佢將來變咗第4期，政府要花幾多個錢，或者屋企人要花幾多錢去醫治一個第4期嘅肺癌嘅病人。咁換句説嚟講咧，呢一點咧，我哋亦都證明俾政府睇咧，我哋喺個經濟效益上高咧，係能夠幫到佢嘅。講咗咁多，大家梗係以為我希望賣緊廣告，希望你參加我研究啦。不過對唔住，額滿。我哋下個禮拜已經收咗3000人，咁已經完成咗我哋呢個嘅項目。但係希望呢啲嘅數據咧，就能夠交俾政府，希望政府咧就將來再將呢個嘅 program 咧繼續發揚光大。咁喺 screening 呢度咧，我就講到咁多先，跟住同大家講講一啲新嘅治療。嗱，唔能夠講得太多，因為實在太多新嘢啦。不過相信大家係亞洲人咧，亦都係都不吸煙女性咧，唔係女性，有啲男性喺度 ，sorry。EGFR 係好最常見嘅，30%到40%嘅病人咧，非吸煙者咧係有呢個 EGFR 嘅。ALK 亦都比較常見嘅，亦都相當容易醫治嘅，唔係容易嘅，比較相對醫治成績比較好嘅。一陣講多少少個資料俾你聽。咁同埋簡單講一啲嘅新嘅概念，新嘅概念唔講咁多係點解咧？就因為大家聽到又得唔到，好似有少少流口水咁樣。咁所以得到識嘅嘢先好講，比較好似着實啲。咁所以我只係約略講個概念。好啦，簡單講 EGFR 嘅概念先，大家都聽呢個字眼好熟㗎啦，尤其是不如講講有 EGFR 突變嘅肺癌嘅人舉一舉手。哇！相當之多，差唔多1/3嘅台上有 EGFR 突變。咁你知唔知咩叫 EGFR？ 即係知道英文字母嗬 ？OK， 明白嘅。嗱，咁今次我講俾你聽佢做啲咩嘢？呢個細胞嚟嘅，呢個細胞出邊，呢個細胞入邊，呢個黃色嘅就係細胞膜。咁細胞膜上高咧，就有啲嘅我哋叫做表皮因子受體，就係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嘅中文名。咁呢啲受體做咩嘅咧？就係話細胞生長嘅時候咧，我亦都想隔離細胞生長啊！你諗下，淨係我生長，隔離細胞唔生長唔得噶嘛？咁細胞同細胞中間嘅溝通咧，就用一種叫 growth hormone，就係話生長嘅荷爾蒙。咁但係荷爾蒙都要有人收佢㗎，接收咗個信號，佢先能夠做嘢㗎。咁接收信號咧就係個 EGFR， 佢收到信號之後咧，佢就會令到個細胞核咧就繼續開始工作，咁佢就會細胞分裂，咁而跟住不斷嘅生長。簡單就係咁樣樣。咁但係咧好衰唔衰 ？EGFR 受體嗰度咧，只要一個位置出咗錯，就有一個突變出現。佢唔係收唔收到信息，佢都繼續叫細胞生長。即係換句説話講，佢淨係不斷嘅發信息，你生長啦、生長啦、生長啦。咁所以咧就變成咗一個癌細胞，就算佢控制唔到佢個生長嘅過程。咁所以咧，我哋嘅標靶藥咧就係針對依個位 ，exactly 就係話佢有突變嗰個位。我哋係研究個藥物嘅時候咧，就知道針對咗，令到佢個信息唔能夠下放。咁所以你發覺咧，你用個標靶藥之後咧，細胞停止生長，咁所以1-2個星期之內咧，你已經見到效果啦。咁呢個就係 EGFR 嘅情況。咁我哋已經做咗好多研究，第一代 research 或者叫 gefitinib， 咁係差唔多係我2019年嗰個嘅 publication 開始已經有啦。咁跟住咧，亦都研究第二代 afatinib， 跟住最新嘅就係第3代係2017年我哋個 New England 嗰陣時開始有嘅。經過咗3代，已經能夠將生存時間推前，亦都能夠有效率係維持喺70-80%，亦都令到無病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無惡化生存期係超過2年。但係夠唔夠啊？梗係唔夠啦。咁所以就話我哋點樣能夠令佢好啲？嗱，你見到呢一個病人，佢嘅腫瘤黑色嗰啲係腫瘤嚟嘅。咁你見到佢好多嘅唔同嘅腫瘤，包括肝轉移，但係你食咗藥幾個月之後咧，佢已經能夠縮。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消失咗之後，癌細胞係好頑強，佢係能夠識揾翻第二條順路咧，去再繼續生長。咁所以嗰個所謂嘅抗力就會出現，而係佢又好蠱惑嘅，唔係次次走同一條路，一時走嗰條路，一時走第二條路。咁所以每次咧，我哋都要捉摸到
佢係走緊邊條路線而產生抗力。咁所以要生存耐啲落去，我哋點樣能夠去令到我哋個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無惡化生存期長啲呢？令到佢縮咗之後耐啲嘅時候先唔再翻嚟呢？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嘅挑戰啦。好，問下大家願唔願意啊？願意嘅舉手，唔願意嘅舉手。你都唔知願意啲乜，舉咩手咧？我係問緊你願唔願意打化療啊？哇！大家即刻耍頭定手。嗱，好多時候好多病人都好抗拒打化療，但係大家都唔知道抗拒啲乜。化療其實係好多種唔同嘅藥物，有啲藥物咧個毒性係比較高啲，打咗之後副作用多係辛苦，但亦都有啲化療咧係比較温柔啲嘅嚇。咁如果有啲温柔啲嘅咧，咁你要睇佢嘅好處同佢嘅毒性嘅對比係咪有冇着數？咁所以咧，先唔好咁輕易就話抗拒化療嘅字眼，因為化療唔係一樣嘢。正如中醫唔係一件事，中醫係好多種唔同嘅藥物，化療亦都係好多種唔同藥物。你要諗諗每件事每個藥物佢嘅副作用係乜，同埋佢好處乜，作咗對比咧，先作決定。所以聽清楚先，就唔好作咗一個自己靠印象而做出嘅決定。點解會提出呢一點呢？就因為一個好大型嘅研究叫做 FORWARD-2。呢個研究呢，第三代標靶藥就已經係一個 standard 啦。嗰個 study 咧叫 FORWARD。咁但係呢，我哋再諗多一層就話，喂，好多時候癌細胞佢學識咗點樣去生長，就因為佢哋死唔晒。但我初時嚟㗎，將佢殲滅多啲嘅時候，或者能夠減少咗佢復發嘅機會，或者能夠延長佢嗰個機會。咁所以咧就做呢個 FORWARD-2嘅研究咧，就差唔多有成總共有成近600個病人，一半就係化療加第三代標靶藥，另一半就係標靶藥。咁呢個係2025年10月份出嘅報告，發覺佢嗰個整體生存時間咧係相差咗10個月。10個月你話當然係唔夠啦，但10個月其實係好長嘅日子。尤其是你有4期肺癌，唔好唔記得，當我開始做研究嘅時候，即係20幾年前，平均生存嘅時間只係10個月。咁而依家我哋係有方法用個化療加埋標靶藥，比較淨係標靶藥，就能夠將生存時間由3年多去咗4年，值得考慮嘅嘢。所以咧，唔好抗拒嗰個概念，但係要了解咗背後嗰個比較性研究嗰個資料，然後先作出決定。咁所以依家咧比較年輕嗰啲啊，身體狀態比較好一啲咧，我哋係會 offer 佢 FORWARD-2。呢個係新嘅資料，係值得去參考嘅。好啦，但係大家最愁嘅時候係咩咧？就係話，哇！我食嘅標靶藥好地地，點解我 CE 係升緊啲嘅咧？跟住就話，喂，你個 chest X-ray 好似多咁點喎，不過 book 個 CT scan 要2年後先有，咁啊自己又揞袋去出去 PET 出面做個 PET scan，咁跟住話啊，原來真係病情差咗。呢個係最令病人苦惱嘅地方。如果你有 EGFR 突變嘅時候，咁問題咧就其實大家覺得我冇乜嘢好做，但係其實係好忙嘅 slide 嚟嘅。EGFR 有 resistance 嘅時候，VEGF TKI 即係個標靶治療有 resistance 嘅時候，第一件事我哋係希望能夠重新攞樣本嘅。點解？頭先講咗俾你聽啦，因為癌細胞好蠱惑噶嘛，佢有時走呢條路線，有時走第二條路線去產生個抗力，我都唔知佢係邊一種嘅路線。嗱，其中一種路線咧就最衰格嘅，佢就由非小細胞變咗去小細胞，咁嗰啲就比較難搞嘅。10%到嘅人咧係有呢個叫 small cell transformation， 由非小細胞轉化去小細胞。咁但係咧有大部分90%都繼續係維持係非小細胞。咁但係咧我哋係有時揾到 known mechanism 就知道條路線，但咧亦都有時間咧我哋係唔知道佢係咩路線。但係唔知道路線咧，我哋都有成5種唔同嘅方案。讀個名俾你聽就係化療啦，化療加 amivantamab 嗰個艾曼妥啊，唔知妥唔妥啦。係個雙標靶嚟嘅。另外一個咧就係化療加呢個嘅
抗血生長藥，再加免疫治療，我哋叫 ABCD 嘅方案啦，大家。咁依家咧內地有隻 bispecific 嘅 Ivonescimab 啦，已經喺內地 approve 咗啦，同埋內地最新有隻叫 sac-TMT， 一陣會講多少少 sac-TMT， 因為個 data 都幾靚仔嘅。咁而知道嘅咧，我哋可以揾一個叫基因突變叫 C797S 啦，另外一個叫 MAC amplification，MAC 嘅抗爭啦，同埋一啲其他嘅我哋叫 drive oncogene 其他嘅驅動基因，例如 KRAS 啊嗰類咁嘅嘢，好複雜，係要醫生幫你即係解答嘅。但大致方向就係話重新攞樣本睇下佢咩樣，可唔可以有一個比較準確啲嘅醫治方法？就簡單用廣東話就可以咁講法啦。好啦。先講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喺公家醫院好多時候就話對唔住，你依家差咗啦，要打化療，但我要停你標靶藥。咁你成日都問醫生，不如唔好停啦，我繼續啦，好唔好？但醫生話唔得，我嘅 regulation 咧係要用嘅。咁因為點解佢要咁樣做咧？唔係佢孤寒，又唔係性，因為好多藥已經係到時已經免費咗啦。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冇咁嘅資料，但喺啱啱過去呢一個2025年嘅時候咧，喺 WCLC 咧就有依份嘅報告叫 Compile Study。Compile Study 就好簡單嘅啫。如果你係 EGFR 食咗標靶藥有抗力嘅時候，一半嘅人就係繼續食標靶藥，然後就加化療，另外一半就淨係化療。咁呢個咪俾到你一個比較性，就係話可唔可以繼續食標靶藥咯？咁所以咧，然後做咗出嚟咧，發覺呢一條 curve 就係有紫色呢條就係話化療加呢個嘅標靶藥，比起淨係化療咧係優勝嘅。即係換句説嚟講，你繼續食標靶藥係有藥就着數。其中嘅原因點解咧？因為化療唔係能夠侵進腦部太多。如果本身已有腦轉移嘅咧，標靶藥先係最有能力咧控制腦部。咁所以如果暫時嚟講咧，你係如果有腦轉移嘅時候咧，你可以嘗試去爭取基於呢個叫 Compile Study 一個比較性嘅研究，你亦都發覺咧喺嗰個腦部復發之中咧係13個人比起5個人，即係換句話講，你繼續落去嘅時候咧，喺腦部復發嘅機會率係減少嘅。咁所以記住呢個名，如果下次你同醫生爭拗嘅時候，你話嘿 Compile Study 你聽過未先？好啦，頭先講到 C797S 呢個 7L797 呢個 S 咧，係因為嗰個第3代咧就係 bind to 就係話黐住嗰個位咧就產生作用嘅。咁但係如果個位產生咗呢個嘅突變嘅時候咧，佢再唔能夠黐住嗰個位，咁第3代就冇用啦。咁所以咧就出咗所謂嘅第4代嗱，大家成日話第4代出未啊？係4代好一定勁啲，唔係以為第4代一定好過。你以為 iPhone 都唔係 iPhone 呃你嘅 ，iPhone 17都好同15都差唔到幾多嘅。每度爭少少嘅啫。第4代其實咧係主要針對 C797S 呢個突變，而你食咗第3代有 C797S 嘅機會率咧係10%嘅啫。咁所以唔係話第4代一定係好過第3代。咁依家未有第4代所謂嘅喺市場出現，但係有啲嘅研究，呢個係最新啱啱喺 ASCO 大約個零2個月前所公佈嘅。咁呢隻新藥咧就叫 BH30643，係嗰間公司叫 Blossom Hill。Actually 個創始人係一個中國嘅美國喺美國嘅中國女性，好叻嘅一個嘅 chemist。咁咧佢咧亦都就喺一啲早期嘅細胞株研究之中咧，發覺呢個1353咧嘅能力咧係高過其他第4代嘅標靶藥嘅。咁佢今次出咗第一次嘅臨床研究，第一次臨床研究呢啲 curve 唔好太辛苦睇啦，我淨係講俾你聽。如果你有 C797S 嘅時候咧，有效率係43%，但係數量暫時好少，得個20零個人。咁但係咧有冇方向，有冇呢個可能性咧？係有嘅。C797S 咧已經有差唔多3-4隻藥咧喺研究之中，其中有3隻咧係喺中國大陸嘅藥廠嗰度研究緊嘅。咁所以咧係有呢個嘅可能性。好啦，另外一個頭先同你講要針對係 MAC 啊嘛。咁我哋而家市面上已經有一啲嘅 MAC 嘅抑制劑。咁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有 MAC，可唔可以用 MAC 即抑制劑同埋呢個第3代標靶藥共用咧？咁就呢個 SARCH 研究係中國上海魯迅教授所做嘅研究。咁咧佢咧就先係 define 咗咧，就係 MAC 係咩回事。但係呢啲咧對你嚟講咧，其實就冇乜意思嘅。sorry， 因為咧呢啲你唔會識睇。但係總之係醫生決定你係 MAC 陽性啊定 MAC 陰性。佢點決定咧？唔
唔好記得。咁咧 MAC 陽性嘅病人咧，一般就食呢隻叫 Sufinitinib， 亦都係內地和黃醫藥所出嘅一隻嘅MAC inhibitor。咁比較化療，咁發覺咧佢嘅成績又係，如果你用咗 MAC inhibitor 嘅時候咧，嗰條 curve 咧係靚過淨係用化療嗰條 curve。咁依家其實就已經 routinely 就真係佢會攞樣本，然後就送去做一個基因測試，睇下你有冇 MAC 嘅抗爭。有嘅時候係可以加一隻嘅 MAC inhibitor 落去用，呢個已經喺無論公家或者私家醫院咧都幾常用嘅 practice。咁所以咧，當醫生提議你話要 rebiopsy 嘅時候咧，唔好介意，應該係值得對你有好處嘅。另一代新嘅藥就係 ADC。解釋大家咩叫 antibody drug conjugate。嗱，其實概念好簡單啫。大家知唔知咩叫單元抗體啊？知嘅舉手。唔知我噏嚟做咩咧？嗱，單元抗體咧係身體入邊一種蛋白，佢咧就聰明啊！我知道啊，你哋知道咩？大家聽過咩叫 IgG 未啊？買奶粉嗰隻咧，其實你嘅 IgG 食落肚咧就分解晒，你吸收唔到嘅。不過啲奶粉係咁你嘅啫。咁但係真正嘅就係類似 IgG 嘅單元抗體，即係一個抗體咧，就話專係針對一啲嘅抗原，然後就去攻打佢嘅。咁呢個咧就變成咗我哋嘅蛋嗰個嘅導彈，因為我哋知道個方向去到邊。如果我係有 HER2 嘅，如果我有 TROP2 嘅，如果我嘅單元抗體係針對到佢咧，就能夠將個導彈帶埋個彈頭飛去個細胞嗰度。好啦，咁呢個咧就係佢呢個單元抗體就楞住咗個化療，強力嘅化療，然後就導彈式咁去揾個癌細胞。咁呢個 class 嘅藥咧，我哋就叫做 ADC（Antibody Drug Conjugate）。你唔使記得咁長 ，Antibody Drug Conjugate 咁難記，記住 ADC，即係 ABC 個 B 變咗 D， 就咁簡單啦。OK， 咁你下次識問咧，喂，醫生有冇個 ABC 唔係 ADC 啊？咁樣樣嗱，呢個咧就係叫 Opdivo Lung-4，啱啱又新鮮出爐，2026年喺 ASCO 嘅發表。隻藥亦都係內地嘅藥，叫 sac-TMT， 亦都喺內地已經係批准咗噶啦。咁呢個研究咧就係話 EGFR 失敗咗之後，一半嘅人就接受 sac-TMT， 另外一半就打化療，亦都係同時見到相當之大嘅分別，有效率有成60%， 即係60%嘅病人用咗單藥 sac-TMT 個種類係會縮細，比起化療係43%。咁當然亦都有毒性咧，佢依然係有化療一啲毒性，包括咗白血球下降啦，包括咗呢個嘅口腔潰瘍啦。咁但係都係控制到。咁呢個咧喺內地已經係一個相當之成功嘅一個 ADC。你唔使去遠啦，坐車去深圳有得用㗎啦。OK， 咁而 overall 嘅 survival 生存時間亦都長嘅。好啦，好快脆講 L， 唔講唔得嘅，因為我講過一次啦嘛。其實就係我嗰次嘅發佈會已經講咗，就係話一個叫 Crown Study， 就係用第3代標靶藥比爆第1代，咁然後我哋跟蹤咗7年，嗱7年係好長嘅時間。邊個結咗婚7年嘅？以上嘅舉手。啊，邊個結咗婚7年係未離婚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婚姻都 last 唔到7年嘅，但你同嘅標靶藥能夠7年共同佳理咧，都唔係容易嘅事。嗱，呢個就證明咗做到啦。喺7年嘅時間，係有55%嘅病人仲係食緊呢隻藥，我哋亦都叫做冇惡化生存期。呢個已經係肺癌中嘅歷史，亦都就係我2個月前喺 ASCO 所發表嘅文章。咁呢一個係代表咗就係話，我哋已經可以有某啲基因突變嘅病人係好長時間生存。嗱，我唔夠膽用根治呢個字，但係帶病生存已經係一個證明。係發生緊、發生咗，因為你食住一隻藥，你已經有超過一半嘅機會係7年之後都冇事。好啦，另外咧就係話幾時先開始安全？發覺呢條 curve 咧頭嗰2年咧就跌咗30%，但之後咧5年咧跌咗15%。即係換句話講咧，過咗2年之後咧，你條 curve 就平啦。一平嘅時候咧就話你開始轉入稍為嘅安全期。咁對好多病人嚟講，呢個係一個重要嘅，因為喂，我要睇個仔畢業嘅喎，我要投資股票嘅喎，
我係咪又知道希望嚟緊幾年係安樂呢？咁呢條 curve 咧可以俾到你一啲嘅信心。如果你有 ALK 食咗第3代標靶藥嘅話，咁更加重要咧就係話喺腦部控制之中咧，佢差唔多有96%嘅病人。如果你冇腦轉移嘅時候咧，7年之後冇腦轉移嘅機會率都係96%。咁所以呢個 Crown 研究咧喺我哋肺癌界咧都叫一個好重要嘅研究。好啦，時間無多，因為我知道大家好想問病嘅或者問問題嘅，咁就留翻多少時間。概念呢個我哋叫 standard ovation， 一陣唔使俾 standard ovation 我嘅嚇。咁就係話咧，因為有一個好重要嘅發表喺胰臟癌或者胰腺癌上高嘅發表，就係用咗一種嘅新藥，佢哋呢個咧叫做 molecular glue 啊。呢個 molecular glue 咧概念比較難嘅，但只係需要記住呢個藥名 daraxonrasib。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新嘅概念，能夠針對到 KRAS， 因為 KRAS 呢種突變咧係好難處理嘅。咁喺呢個研究之中，喺胰腺癌咧，佢將佢生存時間 double 咗，唔係多，由6個月去到13個月，但係喺胰臟癌咧已經係好大嘅 achievement 嚟㗎啦。因為胰臟癌係好難搞一個 cancer。咁但係咧，同樣嘅藥，呢個 RMC6236咧，就已經喺肺癌上嗰做研究，依家有效率咧大約係37%-38%度。咁另外一隻嘅類似藥咧，亦都喺新英倫雜誌度發表出嚟，然後喺 KRAS 唔係 G12C 喎 G12D 咧，佢都有36%。咁所以你見到咧係有唔同嘅呢一類型，我哋叫 molecular glue 呢類嘅藥，或者叫做 POTAC 呢類嘅藥咧，係開始蒲現咧，就係針對一啲比較難處理嘅 mutation， 例如 KRAS。跟住兩個概念啊，因為點解要講呢兩個概念咧？因為我唔想你俾人呃。第一就係呢個 cancer vaccine， 癌症疫苗嘅概念；另外一個就係細胞治療嘅概念。如果有人叫你俾幾廿萬去做是但一樣嘢，你就唔好信佢，慳翻捐俾香港癌症基金算啦。點解呢？因為呢兩件事都喺研究當中。cancer vaccine 有好大嘅投資係做緊研究嘅，但係有啲類似 cancer vaccine 嘅古仔咧，喺東南亞不斷嘅出現。目的就話攞你嘅樣本啦，跟住我同你就特別為你做一啲 vaccine， 然後翻嚟同你注射。咁但係咧係未有證實。我哋暫時最有潛質嘅係 Moderna 呢間公司做一個 vaccine， 咁嗰個叫9456，咁嗰個都係做緊啱啱開始緊第3期嘅研究，係未有喺市場上高有嘅。如果有人話佢賣俾你咧，係唔係真嘅嘢？好啦，第二樣就係細胞治療。嗱，依家真正證明咗幫到病人咧，我哋一個叫 CAR-T 嘅治療。CAR-T 就係攞咗你嘅 T 細胞出嚟，係改變到佢咧，變為一個比較惡死啦，亦都係能夠揾到抗原，然後針對有抗原嘅細胞，然後打佢。咁最早嘅成功咧係血癌同埋淋巴癌。最近亦都係多發性骨髓癌係有用處嘅，但係喺我哋叫 solid tumor 肺癌啊、肝癌啊、腸癌啲，完全喺研究性之中。有好多其他嘅就叫你做 stem cell 啦、dendritic cell 啦、natural killer cell 啦，冚唪唥都係呃人嘅，因為冇一定嘅數據幫到你，然後下下又要你幾廿萬嘅，咁所以記住唔好俾人呃啲錢 ，OK？研究肺癌，我哋係將會開始一啲類似 CAR-T 嘅研究，但係揾一個適合嘅抗原咧，暫時都係一個相當之困難嘅事。嗱，講咗咁多，由早期嘅發現做 CT scan， 去到 EGFR 3代嘅藥物，依家化療加第3代，亦都喺抗力嘅時間，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藥物嘅選擇。而 ALK 陽性嘅，我哋用緊第3代，已經係可以講緊到7年都超過一半嘅人係冇惡化嘅情況。再加上就係話，我哋有好多新嘅治療方法，都不斷係希望能夠精益求精，目的就係希望能夠延長肺癌病人嘅生存。只要一句説話，你哋唔放棄，我哋唔放棄。多謝大家。咁但係咧，其實咧，我哋都想問一問莫教授啊。咁咧，通過多呢樣嘅電腦掃描，如果
係有件事需要幾多？點解幾個星期要做第二次嘅腦溯源咧？好好嘅問題。記住磨砂玻璃係好多唔同嘅變化，例如佢嗰個嘅大細啦，佢嗰個嘅密度啦，佢嘅邊緣啦。咁我哋其實咧係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評估到底呢個係癌症嘅機會有幾高嘅。咁我哋有個叫做lung RAT 嘅 scaling system， 咁然後評佢嘅幾多嘅。如果係 RAT5 嘅 lung RAT5 嘅時候咧，我哋差唔多就即刻叫你睇手術科醫生噶啦，根本唔等嘅。咁所以我哋喺呢刻咧唔會定論就話應該幾耐做一次。應該如果你有結節嘅時候咧，醫生作評估，然後決定到底係3個月啦、6個月啦、1年啦定2年。咁所以唔係有一定嘅規條，完全在乎嗰粒磨砂玻璃點係咩樣。係，所以係每一個嘅情況都會有分別嘅。咁我哋就交俾專業人士去提供話俾你聽係幾時再做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啦，呢個現場觀眾咧就好怪，佢話佢唔係高危人士，亦都冇家族病史，都冇食煙，但係佢咧見到一個 local CT scan 咧就可以出到自己冇肺癌。佢就問啦，其實佢應該幾多歲開始都去做呢樣嘢咧？亦都好聰明嘅問題。嗱，個問題係咁啊，我香港有90%嘅人不吸煙，我係冇可能叫晒90%嘅人去做呢個 local CT scan， 根本都塞爆咗啲機。咁我哋暫時做嘅研究只係能夠揾最高危就有家族歷史嘅，唔代表冇家族歷史嘅人就冇。咁但係要提倡一個廣泛性嘅應用嘅時候咧，你要顧及到我哋嗰個嘅 resource 嘅資源問題。咁所以喺依家咧，我哋係冇資料話你唔係高危人士嘅時候咧，值唔值得做？因為每人做到底啲銀荷包又好，政府幫你俾又好，都係一個嘅經濟上高嘅顧慮。咁所以我哋喺依刻咧唔能夠提倡，因為我冇數據喺手。咁所以，但係唔代表冇，因為以前咧只係將呢個 local CT scan 講緊吸煙者度嘛。但係我哋依家將佢，因為有充足嘅數據，我哋依家改咗喺高危嘅非吸煙者上高做研究。但係希望下一陣會唔會用其他方法呢？嗱，我冇時間講，我哋會唔會第時用基因測試方法知道你嘅危險程度有幾高呢？或者我哋可唔可以用一個驗血嘅方法去評估你個危險度數呢？咁呢啲呢，完全都係研究當中，但未有肯定嘅數據呢，我就唔能夠提倡啦。咁其實咧，真係醫學界好需要有學教授呢一種咧比較。對唔住，就嚟退休㗎啦。知情嘅人士咧，去推動香港政府去做一啲比較可能全民嘅 scan 啦，或者係一啲比較針對性嘅 scan，因為你啱啱都聽到黃教授介紹啦，其實佢哋咧香港中文大學亦都推行咗呢個local CT scan 啦，咁好受歡迎，希望可以做到往後香港嘅人士啦，令到肺癌呢一個病症係可以及早發現，可以大家間個傳染病嘅。跟住以下來咧，有一位朋友啦，咁佢就分享下自己嘅病史嘅。佢哋話佢而家係肺癌1B期，係 EGFR 嘅醫生會幫開第3代標靶藥。咁啊，醫生就話食3年，但係佢又聽到話咦又要食5年嘅喎，咁究竟係食3年定係5年咧？我教授。好嘅問題。咁呢一個嘅數據咧係基於一個研究叫 ADAURA Study 喺2020年 New England Journal Medicine 所 publish 嘅。咁呢個研究咧係1B 2期同埋3A 期嘅病人有 EGF 突變，打唔打化療都得，一半就食3年，一半就唔食。發覺咧，佢嗰個嘅病情嘅控制機會率咧係相差咗咧，差唔多有80%嘅。咁所以咧，我哋從此之後咧就俾病人食3年啦。咁但係個問題，到如今都冇人做5年嘅數據，齋噏嘅啫嘛。咁如果你講得5年，不如講6年啦，講7年啦。咁所以凡事你可以噏。咁當然係話，喂唔係喎，我都做咗3年，都有俾病人復殺，冇錯係。咁但係你要做咗數據出嚟，先能夠話係幾多年。咁所以到如今咧，係應該係3年咧，就應該停止㗎啦。咁但係你話我決定自己食，咁啊冇人阻你嘅。咁但係冇數據之下嘅決定咧，就係冇數據之下嘅決定，就唔係一個正所謂係科學性嘅決定。係冇錯，科學嘅決定啦，同埋其實醫生嘅建議咧，大家都係需要審慎去考慮嘅。冇人話食多越好㗎嘛，所以每個情況都係因應
嘅。咁好啦，另外呢一個觀眾咧就話啦，其實佢肺癌腫瘤經過治療之後已經切除，咁如果再復發嘅時候，基因又會唔會突然間變咗做其他種類，而 DPL1 會唔會一路高分變咗做低分嘅咧？嗱，兩個唔同嘅問題嚟嘅，一係基因突變，另一個係 PD-L1。嗱，兩個唔係同一件事嚟嘅。基因咧，我哋好多時候咧係指我哋叫做 driver oncogene 驅動基因，就即係話一個基因嘅轉變成為咗你癌細胞嘅主要動力 ，EGFR、ALK、KRAS 呢啲就叫做驅動基因。如果一旦你有咗驅動基因咧，復發嘅時候咧，都應該大部分係嗰個驅動基因。我哋都用咁嘅方法證明你係復發嘅。如果你做咗手術嗰陣時係 EGFR，下一次復發咗，我篤咗出嚟，發覺係 ALK 咧，咁就唔同 cancer 嚟㗎啦。咁所以咧，基因突變咧係多數係唔會隨時間而轉變嘅。PD-L1 咧就其實唔關驅動基因事，係免疫治療嘅一個我哋叫做生物指標 biomarker。咁 PD-L1 係咩回事咧？嗱，又複雜少少嘅。PD-L1 咧係白血球 T 細胞同埋身體其他細胞嘅溝通一個系統，好似無間道咁樣。T 細胞如果無端端就打自己細胞，你就好弊㗎啦，你變咗我哋個 autoimmune， 即係話即係指個免疫性嘅病。咁但係咧，細胞同細胞之中咧，就用呢個 PD-L1 系統就話：喂，自己有啊，唔好砌我啦。咁呢個就係個 PD-L1 個溝通能力。咁但係癌細胞又聰明喎，你識嘅溝通，我就咁嘅方法去嗰個 PD-L1，個 T 細胞，等個 T 細胞唔識打我啦。咁所以咧，如果癌細胞另一個高 PD-L1 表達咧，佢就用呢種方法咧，就令到 T 細胞唔能夠認到佢啦。咁所以咧，我哋所謂嘅免疫治療咧，就係 block 咗呢個 PD-L1 嘅信號，咁以致 T 細胞重新能夠揾到癌細胞再去打佢。咁所以 PD-L1 咧係會變動嘅，係會隨住時間或者個病情咧而變動嘅。咁所以有時我哋biopsy咧就睇睇個 PD-L1 嘅情況係點樣樣，越高嘅時候免疫治療有效機會率就越高。所以治療癌細胞真係一個鬥智鬥力嘅嗰個程序嘅。咁如果真係大家確診嘅話咧，其實我哋香港癌症基金會都可以支援到你哋。咁大家記住去記得我哋嘅機構啦。咁我哋以下咧仲有一個問題喎，佢就話咧，其實病人而家好多時候都做手術啦，之後再去做化學治療，有冇機會有個預見就係、如果真係早期確診，就淨係做手術已經足夠咧？做手術已經足夠咧。其實喺早期1A、1A2、1A3 都可以嘅。1A1 到 1A3咧係唔需要做化療或者標靶嘅。OK， 單係做手術咧，佢已經超過有成90%以上咧係完全治癒率嘅啦。但係一去到 1B 咧，佢復發機會率咧就唰一聲就加咗落去。咁所以好多時候 1B 或以上咧，我都希望能夠買多啲嘅機會。咁依家其實新興嘅咧並唔係咁，唔係就咁話手術之後做，係手術之前做。尤其是第2期、第3期咧，我哋如果手術之前能夠做到化療加免疫咧，我哋可以令到手術前咧已經令到癌細胞達到我哋叫做 complete pathological response 嘅意思，就即係話佢啲細胞差唔多死晒。咁我哋淨係切翻個腫瘤個殼出嚟，咁就 OK 㗎啦。咁而呢一類嘅病人咧，係能夠生存時間係比較長嘅。咁所以係一個比較複雜嘅情況。咁所以唔可以用一種方法就話應該做唔應該做，係睇你嘅期數啦，同埋睇好多其他嘅因素咧，然後做決定嘅。咁所以簡單句就係喺術前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令到癌細胞或者切除肺部呢個嘅手術咧更加成功嘅。咁亦都有朋友問啦，其實肺癌嘅復發率都唔高，或者佢哋就問啦，有冇話食啲乜嘢可以減低個復發率嘅？食啲好嘢咪得咯。復發率咧係一個好複雜問題。我哋英文叫 prognosis 嘅中文係預後。預後咧就唔係睇一樣嘢嘅，係睇好多樣唔同嘅因素嘅。咁其中一啲例子就係期數啦，即係有冇去到擴散淋巴腺啦。咁呢啲就係其中一樣嘢啦。邊種嘅細胞啦？細胞喺顯微鏡之下個樣衰唔衰啦？
或者佢有冇一啲已經早期喺血管上嗰個擴散嘅跡象啦，或者係邊一種嘅基因啦，係將好多嘅因素夾埋咧，就會俾一個預後大約嘅數據。但係老實講，呢啲數據加埋都係一個統計數字啫，何必俾個統計數字影響自己呢？呢啲統計數字係我哋做研究用處就大，對個病人嚟講係一個中位數。好多時候就話醫生話俾你聽，你得返9個月命，醫生知鬼咩？依家係講緊平均中位數嚟聽嘅啫。中位數意思就係話一半人喺呢個中位數之前出事，另外一半喺呢個中位數之後出事。睇你個樣都個收入都高過香港嘅人工嘅中位數啦。你唔能夠話全香港嘅中位數每人嘅人工就3萬嘅，一定有人高啲，有人低啲嘅，生存都係一樣。咁所以唔好俾呢個中位數咧困擾得太緊要。咁好得感謝各位嘅提問啦，因為時間有限啦，亦都好多謝黃教授你嘅回應啦。